第5章，我这个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当向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，可劝恁中间甲我同做长老的人，要紧着牧养伫恁中间上帝的羊群，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人，毋是出于勉强，就是出于甘心，也毋是因为贪财，就是出于乐意，也毋是赫济所托付恁的，就是做君羊的模样。到幕中显现的时阵，恁的确得到迄个未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恁年幼的也着顺服年大的，就是恁众人也拢着用谦卑下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上帝主动骄傲的人，赐恩互谦卑的人，所以恁着自卑，服伫上帝大能的手下。到时阵，伊的确互恁升悬，恁着将一切的忧虑卸互上帝，因为伊顾念恁。要紧着谨守警醒，因为恁会对敌魔鬼，亲像吼叫会使变地游行，车通吞食的人。恁着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伊，因为知影恁伫世上的众兄弟，也是经历这款的苦难。迄个赐诸般恩典的上帝，捌伫基督内调恁，得享伊永远的荣耀。等恁暂时受苦难了后，的确要家己成全你，坚固恁，赐力量互恁，愿权能归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略略会写这个批，托我所看做忠心的兄弟细粒转交恁，免得恁搁证明这个恩是上帝的真恩。恁要紧着伫这个恩上徛得牢，伫巴比伦甲恁同盟竞选的教会问恁平安。我的囝马可也问恁平安，恁着用疼心彼此斟喙问平安，愿平安归互恁，凡那伫基督内的人。